文清、建伟跟阿纯有一个三角的这个关系在里面的时候，其实文清一开始确实也是会有点自卑，建伟真的比较好啊，阿纯跟着文清可能真的没有未来。因两个就是一个非常无共款的查甫囡仔，文钦就是做有梦想的，做有理想的。伊甲建伟上无共款的所在，就是建伟选择一个较安稳的，比如讲你考司法官，就在嘛，迄铁饭碗嘛。伊到上尾后，拢是用伊家己的方式来理解一个人，伊要真正去关心讲阿顺伊到底想要爱的是啥物物件，要淡薄仔自私啦，自私的方式来爱一个人安尼。伊拄着建伟的时阵，对伊来讲，伊是一个足好的人，足好的人。文钦的大心，我觉得是他最触动他的原因。真幸好你咧，就是。